大家好，我係九龍豪宅 Catherine 高，今日為大家介紹就係廣播道星輝豪庭嘅一個單位。依家我哋一齊嚟望下。今日為大家介紹就係星輝豪庭一個 B 座嘅單位。呢一個單位實用面積係有1209尺。一開門入屋呢，就已經見到業主做咗一大排嘅鞋櫃同埋儲物櫃。之後就到咗呢一個長方形嘅客飯廳，面積呢都相當闊落嘅。客廳就訂做咗一個電視地櫃。客廳採用落地玻璃窗嘅設計，依家就係從呢一個窗嗰度可以望到呢，係望返廣播道內園同埋附近一帶嘅遠樓景。呢一個間隔同埋景觀喺星輝豪庭嚟到講呢，係十分之罕有嘅。單位呢就係採用3房嘅間隔，首先就係望下主人房，見到主人房呢就係成 L 型窗嘅，採光度極高。睡房景觀同客廳一樣，望返九龍塘一帶嘅遠樓景。主人房靠牆位置就做咗一大排嘅儲物衣櫃，另外一邊就係做咗電視櫃同埋書台。主人房浴室面積呢非常之闊落，除咗係做咗一大排嘅儲物櫃之外呢，沖涼嘅位置係用浴缸嘅設計。第一間睡房就冇擺到任何家私，第二間睡房兩邊呢都做咗入牆衣櫃。客廁就係採用企缸嘅設計。呢一間睡房係做工人房嘅，見到呢工人都有佢自己休息嘅地方，同埋獨立用嘅洗手間。廚房就係一入門口嘅左手邊，見到呢預留咗擺雪櫃同洗衣機嘅地方，儲物嘅空間呢亦都係相當充足。今日就介紹到呢一度啦，多謝晒大家睇我嘅影片，中意嘅話就記得讚好、分享同訂閱我頻道，下條片見，拜拜。